學之旅由清晨嘅 McGree 度開始，大概朝早10點鐘左右，非常之好天，然後周圍好多日本人。想話呢，我本來諗住嚟到之後呢，就化妝 set 頭咁樣啦，因為要去日本喎，周街都係好靚嘅女女咁樣啦。但我發現唔係好夠時間，我就要相機，所以就咁樣錄住先。呢個時候仲未有3個杯麵可以揀，真係太可惜啦！姐姐你畢竟得意，令到我猶豫咗大概3秒左右，到底買唔買佢好呢？呢個黑眼圈大到有啲誇張。而家呢，就要去嗰啲叫咩過關係啊，啱啱落咗機，而家就要去過關。因為拎住好多行李，所以我就冇自己去搭 JR 之類嘅。擺低行李之後，就同啲行李盒。我哋呢喺揾餐廳途中遇到好奇怪嘅人。呢個係文字燒，佢有不停搞，搞得好開心嘅我 ，at that moment 仲未意識到之後會有非常之嚴重嘅事情發生。雖然最後幾經波折，行咗好耐又蕩失咗路好耐，但係最後都返到屋企，仲遇到好可愛嘅貓貓，可喜可賀。以上就係我去到日本嘅第一日，下條片見，拜拜。